歡迎收睇財經 Recap， 一個快速幫你歸納有咩財金新聞嘅節目。希望大家俾個 like 同睇晒成條片，多謝支持。坐戰出擊 You understand I will go all out. 咁你真係逼我跳要啫。 Come on, then. 咁我都留手啦。中美關稅大戰係正式升級啊！今日香港時間12點，美國如期對華加徵104% 關稅，條數就咁計㗎。3月嗰陣時，美國宣布加2成，上個禮拜特朗普嘅關稅地圖炮再加34%，就一共54%。之後中國向美國反制，對美徵收34% 關稅，特朗普嘅決定加多50% 報復。除咗關稅之外咧，特朗普仲簽埋呢個行政命令，取消中國同香港嘅小額包裹豁免關稅措施，5月2號生效。原本話係收貨值嘅30%或者每件25美金㗎，但因為中國反制，白宮最新係決定加3倍，收貨值嘅90%或者75美金。6月1號之後咧，仲升到150美金添。關稅實施前夕，特朗普就喺社交平台度話，中國都想同美國達成協議，但唔知點樣開始。美方啊等緊中方電話，相信呢件事會發生咁話。咁特朗普今次真係太睇小中國人啦！話晒食一年樹皮都冇問題噶嘛，點會驚你個104% 關稅呢？你睇下外交部尋日幾口硬就知啦。中國人不惹事，也不怕事，施壓、威脅和訛詐不是同中方打交道的正確方式，中方必將採取必要措施，堅決維護自身正當合法權益。如果美方置兩國和國際社會的利益於不顧，執意打關稅戰、貿易戰，中方必將奉陪到底。官媒新華網副總編創辦嘅微信公眾號牛彈琴更加引述消息話，中方已經制定6大招再反制，分別係大幅加徵美國大豆、高粱等等農產品嘅關稅，禁止美國禽肉輸華，暫停中美芬太尼合作，喺服務領域反制，減少或者禁止進口美國電影，調查美國企業喺中國智慧財產權獲益嘅情況。市場就非常關注中國係咪真係會反擊啊？路透就話中國最快今日開高層會議，商討穩定股市經濟措施。而新華社亦都報道，習近平1連2日主持中央周邊工作會議。會議強調要構建周邊命運共同體，要同周邊國家鞏固戰略互信，加強產業鏈供應合作，共同維護地區穩定。而國務院新聞辦亦都發布咗關於中美經貿關係若干問題的中方立場白皮書，澄清中美經貿關係事實，闡明中方對相關問題嘅政策立場啊。白皮書除咗前言同結尾，中間分咗6 part 㗎，分別係中美經貿關係本質係互利共贏，中方認真履行中美第一階段經貿協議，美方違反中美第一階段經貿協議有關義務。中國踐行自由貿易理念，認真遵守世界貿易組織規則，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損害雙邊經貿關係發展。中美可以通過平等對話、互利合作解決經貿分歧。咁個重點即係咩呢？白皮書個 conclusion 就係中方始終認為中美經貿關係本質係互利共贏㗎。作為發展階段經濟制度唔同嘅兩個大國，中美雙方喺經貿合作出現分歧同埋摩擦係正常嘅，關鍵係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同重大關切，通過對話協商揾出解決問題嘅方法。話貿易戰冇贏家㗎，保護主義冇出路，中美各自取得成功，對彼此都係機遇而唔係威脅。希望美方同中方雙向而行，本住互相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通過平等對話磋商解決各自嘅關切，共同推動中美經貿關係健康、穩定、可持續發展。對唔住，頭先語氣重咗少少，唔好意思。你以為中國咁寫係為貿易戰降溫呢？咁錯啦！中國真係奉陪到底啊！最新宣布對原產美國嘅進口商品加徵關稅稅率，由原先34%大幅提高到84%，戰火更加可能由貨櫃場蔓延去到金融市場。
事關美國長債孳息率持續係咁升，30年期國債孳息率仲一度破埋5厘，創咗23年尾以嚟最高水平。著名研究機構 Bianco Research 創辦人 Jim Bianco 就話，自上個禮拜五30年期美債收益率3日升咗56點子，對上一次係咁升法就要數到1982年，推斷呢啲走勢分分鐘係有大戶被斬倉啊！另一種說法咧，就係有本事掟咁多美債出街嘅機構，一隻手數得晒，唔係基金就係央行。喺亞太區入邊，日本就揸最多美債，但係日本財務大臣今日就衝出嚟堅決否認咗。至於中國咧，就揸住7610億美元嘅國債，係僅次日本嘅第二大國外持有者嚟㗎。美國創投家 Chamath 喺 X 就話，聽聞中國近期一直拋售美債，推高個孳息率，借此推高美國政府嘅借貸成本。市場亦都有傳言話，習近平下令要拋售500億美債，不過官方就未證實呢個消息啦。今次條片就嚟到呢度，大家認為貿易戰有冇機會引發大崩盤呢？歡迎留言討論下，鍾意條片就記得俾 like 同訂閱，下次再同大家財經 recap 啦。